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4，以赛亚书48章6节安尼讲：你已经听见，但就拢总看伊。你敢毋着报用吗？对答以后，我将新的事，就是你所未知、隐密的事，指示你。三角来祈祷，要将新佮隐密的事指示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知全能的永活上帝，你对过去到现在，对现在直到将来，拢是无变化、无改变的信实上帝。主啊，阮来到你面前，用敬畏甲谦卑的心，来向你摆列阮的恳求。主啊，阮要专心倚靠你，也要高举你的名。主啊，这事阮无明白，也未通理解你的心意，总是阮确信你的时间永无错误，你的道路远过阮的道路。主啊，阮已经听见，但着拢总看伊，阮兼毋着报用吗？对答以后，你将新的事，就是阮所未知隐密的事，指示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